Hello， 大家好。嗱，最近有計劃喺中山退休養老嘅香港朋友睇過嚟啦。我哋而家所在位置咧係位於中山嘅東區同埋火炬區嘅交匯處。咁呢度咧係成個中山嘅市中心組團嘅富人區地段嚟嘅。咁今日帶大家睇一個港澳精工嘅高品質豪宅，嗱，叫做澳豐天宇。今時今日咧，各行各業都好捲，地產商都不例外。咁呢個樓盤咧，號稱2025年年底新進嘅卷王，升級不加價。嗱，所謂嘅好房子，無非就係咁啦。咁首先睇翻我哋附近嘅一個交通啦。咁出邊呢條路咧就係叫博愛七路，一直往東嘅方向咧，5分鐘就可以到深中大橋嘅落橋位，20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㗎啦，30分鐘就可以去到寶安機場。其次咧，我哋嘅樓盤咧，3公里就可以去到一個中山輕軌站。你南下咧就可以去到澳門同埋珠海，北上咧就可以去到廣州。嗱，3公里可能你會覺得好遠，其實係唔係嘅。因為如果輕軌站太近個樓盤咧，咁就會好嘈，平時都會影響到你嘅個人休息同埋作息嘅一個狀態。正所謂進可攻退可守，就算由呢度搭架的士去到輕軌站，5分鐘就到㗎啦。咁另外，我哋呢個樓盤去到中山港碼頭只需要10分鐘。如果你想返香港咧，都可以選擇坐船，150蚊嘅船飛你係返香港嘅上環或者係港澳碼頭，1個鐘就可以到㗎啦。所以話我哋呢個樓盤咧係集中咗海陸空3大交通，生活非常之便利嘅。好啦，我哋而家上去睇實體樓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哋而家上咗嚟呢個樣板房，咁今次帶大家睇嘅咧係120平方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成個小區主要係以一個別墅同埋大平層建立嘅，密度咧係做得好低，包括樓間距係做得好遠嘅，所以住喺呢度非常舒適，完全咧就冇壓迫感。咁我哋呢個 size 咧，佢係做咗2個露台。南北對流，可以話係冬暖夏涼。呢個主露台咧做咗成7米咁闊嘅，係啦。咁我哋入嚟睇翻個廳啦。呢個廳咧係做得好市正嘅，同埋呢個 size 佢可以改造，就係呢個牆其實係可以打通嘅。打通咗咧，咁就成個廳咧就做好似成個露台咁闊，成7米。你可以想像到呢個7米闊嘅一個廳嘅話咧，就可以體現出呢個豪宅嘅氣質啦。咁就算你企喺呢度咧，都有一種傲視群雄嘅感覺。咁啱先我哋講到一個點，就係佢升級咗。點樣升級？咁第一個啦，就係我哋喺 lobby 嘅位置咧，喺公區做咗個酒店級嘅天然石材貼面嘅高嗌。咁第二個 point 咧就係睇翻個樓底高咧，佢係超3米嘅，拉高咗嗰個層高，增強咗佢嘅空間感。咁第3點咧就係我哋係做咗呢個無遮擋嘅露台，增強咗佢嘅一個採光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每一戶咧就全部都係做咗雙層 lock 玻璃嘅。咁提高咗佢嘅隔音啦、隔熱啦，同埋遮擋呢個紫外線。係啦，咁最重要嘅咧就係成間屋咧係包埋豪華裝修嘅。咁可以跟住個鏡頭睇翻我哋呢度單個廚房咧。佢基本上都係用翻啲一線品牌嘅牌子貨嚟嘅，包括西門子啦、道格拉斯啦、方太啦等一線車裝嘅一個品牌交付。咁呢邊咧就係一個生活露台，連個生活露台都咁大，豪宅就唔一樣啦，5.5米闊嘅一個露台。睇翻呢個方位就係朝北嘅，北向睇翻好多樹啦，所以嘅綠化率咧都好高。呢度簡直可以話係天然氧吧。係啦，咁我哋跟住個鏡頭睇入邊嘅房。
上咧就係呢個120平方嘅豪宅單位嘅大致情況。咁可能你會問附近有咩配套啊？有冇嗰啲配套啊？絕對有嘅。咁我哋5分鐘距離嘅一個商業配套咧，包括呢個星河 Coco City 啦，同埋呢個豬肉河嘅商業廣場啦，同埋中山啱啱開嘅一個山姆會員店啦，5分鐘就可以到噶啦。咁我哋呢個單位 total 130萬就可以攞低噶啦，而且係現樓發售，即買即住。